请想看阿母的愿望。人生的路无。你若唔啉，我就唔走。要啉哦，啊？好啦好啦，我啉，安尼你紧转去吼。好来，我来等。紧转去，紧转去啦！我身躯臭黏哦。哎呀，即摆才袂来。水啊，怕你玻璃，这只较水啊，怕你玻璃，嘿嘿嘿，啊，怕你玻璃。在哪里啊？嘿，嘿，这少年人这暗走倒去啊？山顶。王队啊！帅，歹势啦，我唔知你徛喺边啦，啊，你找我有什么代志？阿顺来。阿顺来哦，阿顺。啊，顺来，你唔是叫去家啊？去载会？你是有老人痴呆症哟？好啦，你有看阿知无？阿仔，我唔知啊。哎，这囡仔这来拍拍照啊！就是讲，常常咧拍拍照啊。出来嘛！啊，有看阿人无？嗯，阿人我有看到，我知影。吼，伊今日下暗吼，穿到够水啦，敢若为平，哦，为平出去啊。嘿，这洗头贵啊！这个也嘛是走倒的啊。王队，哦，你吹啥？是。啊。师啊，啊是讲遐尔暗啊，啊你若穿啊水着，啊你是要拄啊拍照咧？无你的代志啊！你是轻声细声讲，我就听有啊。啊，我知影，师，你下暗是不是要走去跋筊？哎呦，迄筊千万唔通跋，人讲哦，筊筊啊，若要跋，身体都袂开外哦。迄有个人为着跋筊，规家伙啊惨啊！迄阮阿嬷甲我讲的啊，啊，阁有人啊。老弟，师啊，我也无讲唔对话啦。你到底想要请？好咩？哦，我来心中使啊！啊！皇帝嘞！哟，迄人惊人会惊死人嘞！我知影啦。你到底还有啥物代志哈？吼，无啥代志啦。师啊，凭良心讲话，若以师这个体格吼，来穿这个西装，有人扮，又搁烟头，袂输甲山顶迄只乌狗兄咧。要毋过若跋筊吼，会大输。无啦，师，我意思讲吼，师你穿其他西装吼有较大输啦。皇帝嘞！哟，你要去找无？袂啦。你要甲我包啊！叫人我师傅才死人哦！哦，你明明在衰啊！哪要出去算者，大家拍出衰啦！你真正哦，等我赢你才衰啊！我嗨！阿郎，你到？阿郎，拄则才走一个，即马搁来一个，阿郎啊！要甲气死！阿郎，哎呦，阿郎，哦，我安尼找你找几挂无，算讲去我找着啊，哦，足忝。对咧，哟，你是找我要创啥啦？啊，就阮师吼，讲叫我来找你啦。好啦，我知影啦，我等下就转去啊，你先转去啦。好。喘呢，真歹一个困。袂用你啦。阿郎啊，迄师交代的代志吼，我一定要做啊到，我一定要带你转去的。讲dit咧，哟，我讲的你有听到无？我有听到啦，要不过
都总讲吼，你搞妹搞我拍，我嘛是爱带你回去。公弟嘞，哟，你有介意我无？有啦。那安尼，你要听我的话无？没有，我什么代志拢听你的话。你听我的话，你先转去好无？这我。安尼啦，这杯凉的我请你的，你啉了后就紧来转去。啊！哇！阿兰，你请我食饮料，我心肝足欢喜的。好，我听你的话。好来，紧转去来。无咯，阿兰，你嘛我吼，先啉啊了，我再走啦吼。好啦，你紧啉啦。是啊，这声使当开花，代志大条啊！对啊，阿兰，你今仔好着，请我食饮料。公弟嘞，啊，你若紧啉吼，紧走，我以后会对你更较好嘞，哈。有影啦！我安尼我随啉啊了，哦，我随你啊。你是要创啥？公弟，你是要创啥？你去小心啦！无啦，阿兰，我是看你的衫穿了伤过久啊，惊会刮着。安尼啦，阿兰，我这件衫下你穿好无？免，我袂刮你。我紧啦，阿兰。我袂刮啦，你阿兰，你安尼我要生气啊！阿兰，我是真心你爱你，你给我斟一下无？哎呀！主席阿兰，甲我爸，佮甲我妈，阮阿嬷讲吼，若查某若有你爱你吼，伊就甲你爸甲你骂呢。就表示讲阿兰有你介意我，人会歹势啦。哎呦！我哪突然间感觉好幸福，好美满哦！嘛唔对咧，我自细汉到大汉，就唔捌当过恋爱，要叫我安怎对伊表示爱意咧？阮阿妈有讲过，讲若要对一个查某囡仔表示我爱意吼，就要提出一个查甫的勇气出来。就对啊！我一定要提出一个查甫勇气出来。那是你啦！我靠！不要别跑了！我说疯了，我口都长去了。来。这样。以你的能力，会当吼做个更较好。无伊这个物件需要动脑筋的。多谢蔡董你的提拔，我会好好考虑啦。考虑袂使伤久的，金主无咧等人。我知影。今仔开会哦，开一工啊，伤忝啊。今仔吼还放较轻松的，来，我搁敬你一杯，打。蔡董啊，我袂用过你妈啦。做生意的吼，像你这款酒量袂用的，来，做你较多，来，知无？来，练啦，打。正阳，你的面做较大天咧，
我买菜档啊，去甲你敬一杯。来啦，来饮者。我多过你妈啦。你是毋是哦？去台中做大头家啊？看袂起我啊？来啦，饮一杯啦。正言。这你不通放袂记我的爱的，我也记在心内。你起来啊？看来看一下。昨暗哦，你啉酒醉，是我甲你带转来。你放心，咱两个什么代志拢无发生。多谢。你免遐尔客气啦，是讲哦，你若无气嫌哦，会用去洗一个身躯，才走啦。你想那边来做？人咧讲，伫咧厝内靠爸母，出来在靠朋友，但咱两个拢是出外人，互相本来就应该啊。你叫做阿关了。多谢哈，我莫甲你叫叫了，我先来走吼，歹势。昨迄个现场安怎？我有做到好久哦。你哦，上无良心的啦，人昨暗拢无困，你去讲这种话，这样我代志拢甲你办好势啊，你免那不答我。不答，无奈。反正我不爱你的钱啊，但我对你遐尔久啊，你唔知影？我只要你的人。哎呀，我咧甲你讲生笑的，当正经的。来，我真正。恁面拢安袂堪的哦，一暗仔无滴的，人出头了了，倒来离婚感冒，哼！我后咱袂堪安尼硬收我钱啊，安尼硬收我钱哦，咱就要留意落去啦。我来甲你讲，看你对啊，你搁真正敢笑的，足疼的咧，不要较细来哦，有影。道人迄落安尼暗时唔困哦，出去做小狗，无代无志走去互车落。阿仔，你别倒543啦，点点啦。无啊，恁这小囡是咧变啥物梦啊？无啊，阮哪有咧变西蠓？啊对啊，师啊，啊都昨暗你叫我去找阿南啊，我伫咧旧厝找着伊呢。阿兰是咧旧厝？哦，啊都，我唔知影。你唔知影？你也无啥你就车弄着。都阿兰啊吼，请我食一只迄，无啦，阿兰啊叫我先回去啦，我伫咧街路我都无注意去互来顺来车弄着。食到大人大母人大母亲，搁有车弄着。阿仔啊，啊，你昨走倒是毋是啉酒？哪有啊？我昨拢伫咧厝的啊。知啊，我看吼，这个公地啦，可能是去互魔神啊牵，才会叫做来顺来车。什么你魔神啊？莫当后白讲。也若无吼，就是咱这间厝无清气。假拄好阿兰破病，公地来去弄车。好啊，无迄代志，莫当后白讲啦。师，你是不是昨暗跋输囝吼？你是骗我？啥呀？昨暝规暝拢无转来困咯？啊无这两个人转来吼，你麻烦你叫伊讲敲一下电话转来厝的者吼。我会甲你斗相共，啊，不过你要安怎甲我答谢啊？好啦，我知影你安怎做啦。
张秘书啊，迄个俊玲有来上班无啦？啊袂呢？奇怪，还是走去对哈？你看哦，会去错档遐无？袂吧，拄则蔡大人佫打电话来找伊。奇怪，是走去对哈？对啊。是啊，啊你规暝是走去倒位啦？无啦。臭毛毛，走去啉酒哈？拜托张秘书，俊玲你讲，做生意哦，啉一水仔酒，这哪有啥物通好歹势，对无？我凭看嘛有分味无？嘿嘿，我甲你讲啦，毋是哦，我家嫂咧臭蛋的啦，迄查甫人准有这哦，是我建议哦。你啊，莫教歹囡仔杂事。啊，无你甲问，俊玲啊，你讲你有啊无？好啊，家嫂啊，莫闹啊啦，上班啦。你歹势当生气哦。对啦，迄火龙伯啊，规暝电话要找你啦，叫伊也拨一下电话啦。喂，好，你稍等一下吼。秋萍啊，如果是俊莹啊，俊莹啊，秋萍吼，只要你无闲啊，无法通接电话。无安尼啦吼，等下伊无用线吼，我叫伊敲电话给你啦吼。喂，俊莹啊。俊啊，我咧甲你讲话，你有听到无？哼，少年啊，少到无礼貌，迄话还未讲煞就挂断。这人通放袂记我也记在心。莫生气啦，啉茶。我是爱想无呢，这查某囡仔心肝到底是咧想啥？查某囡仔我是安尼啊，秋萍吼是较少年啦，过一阵仔就好啊，免烦恼啦。我嘛是咧无用我的事业啊，谁那伊就袂当徛在我的立场，小替我想者。好啦，我甲你讲啦，天哪间的查某吼，迄喙较甜的就好啊啦。这样，这样我做高水的呢，敢会使送我？小等下，慢者，迄阮俊彦吼要送阮秋萍的哦。毋过人做介意的呢，无你后届吼要等的时阵，再去买一个送伊就好啊嘛。好啦，恁后介意送你。俊彦，多谢你。哦，安娘喂，张秘书的喙遐尔仔甜哦。喂，跟什么关系啦？我的喙你是有真过是？你若知影有甜的是无甜啊？哈，算我无讲吼。俊彦，即摆去台东哦，迄初档有分你啥物好康的无？初档会讲叫咱这间公司暂时交予老经理管，又叫咱去高雄，搁另外开一间新的贸易公司。是啊，是要安怎做？初档认为讲咱台中分公司已经稳定啊啦，伊认为咱应该搁去开发新公司。拜托的，咱拄则较做稳尔，你敢好？这我嘛有想过啦，也毋过初档的，伊讲高雄乡民已经拢安搭好啊，而且伊嘛有算过，遐是一个真好的开发市场。那呢吼，咱的资金免咱分啊。伊讲咱假使若个愿意甲台中分公司让出来，就免搁出钱，也若无代搁另外投资。安尼讲是对啦，所以吼叫咱去高雄处离咱较近啦。不过吼，迄贸易公司咱也拢唔捌啦，咱是免怎做啦。无用吼，真简单啦，比开工厂吼更较单纯。这员工吼免请伤济，人事上嘛较好管理啊。是啊，张秘书，你捌即个迄做我睇下迄个你形容迄哦，迄国际贸易啦。我伫学校就是咧学这，而且这国际贸易吼，佫是我上专门的。真实的哦，你捌即个国际贸易哦？当然的啊，你若是愿意吼，我会使教你吗？